住送俾大家限期。何時開始想放開你，總缺少勇氣？何時開始不作聲，也可令你生氣？就像當天那片葉，觸不到雪地，已到末期。何時彼此只要相對，總過於客氣？何時棲身家裏，總覺得沒有空氣？是什麼都委屈你，單方終止了這個遊戲。是我不懂怎麼取悅你，或你傷心一早已抽離，或是將一切作注碼信任你，完全輸了運氣，輸了自己。定是我愛着你，過了限期，明明相擁你的手臂也是相隔10里，當親近我吞聲忍氣，而文字中你感覺辛苦自己。定是我愛着你，過了限期，明明傷心兩手灑滿眼淚，失去力氣，很想被你今天拋棄。是我不想某天蒼老亦想你。是我不懂怎麼取悅你，或你身心一早已抽離，或是將一切作注碼信任你，完全輸了運氣，輸了自己。定是我愛着你，過了限期，明明傷心兩手灑滿眼淚，失去力氣，當親近我吞聲忍氣，而文字中你感覺辛苦自己。定是我愛着你，過了限期，明明傷心兩手灑滿眼淚，失去力氣，很想被你今天拋棄。是我不想某天蒼老亦想你，讓你終於某天知道我為你。Thank you。